年啦，今年校長希望大家咧做功課千祈唔好馬馬虎虎啦，做事唔好心猿意馬，對老師嘅問題咧千祈唔好指鹿為馬。總之，大家千祈唔好做害群之馬。咁校長想你哋做乜啦？希望對校長啦、老師啦要馬首是瞻，對學習咧要快馬加鞭。總之，祝大家今年一馬當先，龍馬精神。祝大家馬到功成，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，恭喜恭喜！恭喜發財 ，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大吉大利，馬到功成，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馬年行大運，萬事如意，龍馬精神，一馬當先，如意吉祥，恭喜恭喜！馬年祝大家一馬當先，馬年大家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，馬上好運，馬年行大運，恭喜恭喜！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 ，Happy New Year！ 恭喜發財！過年啦！